咱和顺转运站嘛，总共有12个公车的月台，除了会当坐车以外，咱内底嘛有真大的空间，以后会有便利商店，还有个会当食物的，2楼，即马嘛咧规划咧做餐厅，所以讲，唔但是一个坐车的所在，也是一个生活上会当来消费，会当来一个休闲娱乐的所在。第一个是我们有自己的专属的停车场可以休息，然后第二是我们这边是也有比较干净的厕所，可以让我们去做休息，然后旁边部分也有一些吃的，也可以让我们去做购买。然后的话，我们是可以解决我们的休息跟我们的上厕所，也可以也解决我们的那个饮食的部分。内底有足侪公车的路线，会当连接到咱安南区本地，嘛会当去到永康区，嘛会当到市区，甚至连县化，咱会当来做一个转运。比如讲，咱的市区的公车5号的公车，特别按原来行驶到延航，大家延长到咱和顺转运站，咱嘛有新的905号的厝边公车，厝边公车就是咱会当行驶。伫咱即个安南区的旧部落内底，路草较细条的所在，咱就用即个9人座的车辆来行驶，所以按这个部落，再来和顺转运站，会当来转其他的公车来去市区。是开5号路线，他们说现在有多了5号路线之后，他们反而去市区的路线反而更多元了，不会像说以前单单是可能只有18号或者是20号而已。对，因为我们5号路线跟的蛮多的，是有到新光三医院，也有到私立医院，也有到成大医院，然后也有到台南棒球场，反而让安南区他们乘客一直说有蛮多的路线可以达成的。特别是安南区，除了幅员广大，那我们的人口也是目前台湾市增加成长率最快的一个行政区啊。相对的呢，交通整个一个运输对安南区来讲也特别的重要，所以和顺转运站在这里呢。未来可以帮忙我们整个一个亚太棒球场来观看比赛的一些球迷也好，游客也好，或是说甚至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这些游客都有相当大的帮助，也可以未来带动我们整个安南区，特别在亚太棒球场周围这边的经济发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以及安南区的朋友们共同迎接和顺转运站的完成。这个地方，总共历经了3年。为什么历经3年呢？因为中间经过疫情，还有原物料大涨，总预算是这个1.6亿，中央政府补助8000万，所以感谢中央立法院的支持。地方政府的8000万也感谢议会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垫付款能够完成。这个地方会变成安南区一个重要的交通扶轴带，也就是说，安南区面积很大，很多这个公共大众运输的公车路线呢，或者是从国道下来的路线能够在这个和顺转运站得到一个接驳。你也可以看到，从这里看得到我们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园区，总共2个成棒主副球场，2个少棒主副球场。许多赛事在进行的时候，和顺转运站就变成一个接驳车或者是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很重要的一个点。因此呢，和顺转运站的新建现在完成，正当其时，可以承接安南区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也希望说，这将来发挥作用，对于促进安南区的繁荣进步有很大的帮助跟注意。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6号礼拜2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今年台南的落来，因为低温导雨影响到产量，所以立委郭国文甲林俊宪特别邀请农业部等相关单位，甲在地果农前往官田带来实地会勘察之后，农业部也承诺会补助。两位立委嘛要求，伫7号就要公布灾害受损的补助办法。这旧年甲这个所在包要到3-4万粒啊，今年你也要包2000粒，你看这个。果农愈讲愈无奈，规片的落来果树拢无条果，就算有细嘛细细粒仔。台南市是落来的主要产区，
今年气温低，雨水多，地势受粉率无好，全拢是空包弹。正常来讲，应该小可有诶，开始咧撩咧包啊，小可撩白文毛啊，进入地啊钱拢全部拢升起来。啊，所以就是麻烦讲咱中央这边来看，咱甲咱农民斗补助一下无。寒田、大内农损拢相当严重，影响产量。其实早伫咧4月份就已经回砍过一摆，一个月过去，花期状况实在是无好。因此，立委郭国文、林俊宪老何再次邀集农业部南下来会勘。那时候只是早期花吼，啊个无二期花、三期花，啊今仔来看，其实拢无花，嘛无果。那农业部的相关事先已经有会勘过的哦，我们请他行政程序加快，最好在明天哦，就5月7号就可以宣布台南为灾区。我们会按照天然灾害救助补偿基准的这个规定，每一公顷以8万块来作为救助。那另外，我们希望农民朋友也能够赶快在我们公告之后，赶快用 APP 上传到各区公所。对现场来看，早生、中生的落来状况结果愈歹，农业部将会依照天然灾害救助办法，公告补助流程，目前1公顷补助8万块。不过，立委也搁进一步建议，农业部要检讨极端气候之下的救助办法，希望未来的补助标准会当符合农民的需求。台南新闻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开发公里37用地，计划将村落内空地用来兴建岛球国际会馆。不过，因为事先并无甲地方沟通，所以引发议员林美燕甲当地大拿地区里长的不满。上午也即工务局、道发局甲体育局召开记者会，要求伫也未处理强势进前，未当开发。位伫南区德溪边仔的公里37用地。占地面积大约7.7公顷，近年来经过市府的开发，目前除了有堆球场、甲热停车场，另外嘛正咧兴建大拿里的活动中心。经过地主市府工务局的盘点，目前大约只剩1.5公顷，4500平左右的空地。当地希望会用来兴建主题公园，不过最近却传出体育局有意思要来兴建国际岛球会馆，因此引发地方的不满。认为无经过地方意见的沟通，不管怎么规划，你要怎么去建设，你都一定要让地方知道，和地方知影讲我到底什么样子，这样子对地方上原有的在使用的空间里面会造成什么问题？啊，大概是达到双引导沟通一下，不是你讲我要做的是，我不理你们了，这没赛这个不懂得尊重。我们好不容易在我们里面什么都没有，空地、公园都没有的地方，我们找到一个里民可以停车的地方。那你们现在又说要开发做一个好像是桌球的训练中心还是什么，好亚太的什么训练中心？那你要做这个，其实我们地方都不知道。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的地方，那你现在要盖这个，那是不是压缩到后续居民他停车的空间？要盖球场，我完全不晓得，几乎都盖起来了，我一点都事前都没有讲到。那我不知道体育局在对于地方这一块的尊重放在哪边？对此，市府体育局主秘陈崇仪表示，该案是教育部的专案作业，目前还搁伫咧内部的讨论阶段，会采取多目标的使用方向。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计划？因为就是看到这个地方，如果都片面大家提出各自的需求来，其实它就没有整合。那我们今天也是因为刚好有一笔经费，我们去做了这个都市计划变更的这个前面有一个顾问公司来协助做这个计划。那可能都发局等一下也可以再说明一下，其实都市计划变更的过程中，它有很多要跟里民沟通的。就算我到最后面的公展，还是要做公开阅览，也是要跟地方去做一些意见的沟通协调。体育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整合这边大家的想法。会中体育局当时嘛出示顾问公司的服务建议书，强调该案搁伫咧内部作业并无定案，但依照都市计划法，必须要先经过多目标使用的变更。未来都市计划变更，也是会举办公开的展览作业。不过地方的意见就是要先沟通，因并不是反对建设，只是建设进程希望会用个甲地方处理共识，才来做规划。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台南市文化局长一职5月1号，由高雄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系黄雅玲教授接任。才上岗的第5天，就前往议会备询。伊表示，虽然有先做好功课，不过也是有一点仔紧张。毕竟台南是以文化立岛，今年阁是府城建城300年，如何施政，大家拢真关注。因为4个月文化局无主，包括现在文艺界人士一直跟我问，我们的孔庙的执行长，明明你们已经内定人选了，到现在没消没息。台南市文化局进行业务报告，才上岗第5天的新局长，就到议会接受震撼教育。觉得还蛮紧张的，因为毕竟虽然说可能在这之前做了一些准备。但是面对不同的一个问题，如何去进行它的垂直横向的一个串联，这个部分其实还是需要再继续加油。文化局长黄雅玲长期参与文化艺术设计以及文化资产的相关专案，经历相当丰富，市长黄伟体高度期待。我们一直定调就是整个台南台南就是一个大型的城市博物馆。那在城市博物馆的一个概念之下，因为我之前其实也做了很多策展的一个工作，所以怎么去进行分区主题的一个探讨、议题的抛出。台南是一座文化古都，有着上丰富的历史。伊表示，未来施政将以文化治理4.0为愿景，持续深化文化资产保存甲活化，也阁要加入科技甲创新元素。不过，现主席爱先面对今年府城建城300天。主视觉300跟台南400差那么多，建成300年，这句话对他来说有这么困难吗？至少整年度的预算跟经费，不要让我们觉得说，做了。然后呢，办得四不像。这部分我们其实还是会持续的来进行后续工作的一个推动。不管是议员所关心的在地传统文化保存，也是文化政策上的推动，拢考验到台南市的文化局长。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南英上港电影电视科第25届毕业成果展，伫学校大礼堂举行。现场呈现6支影片的故事扛棒，以及翕相拍卡甲闯关游戏。除了吸引校内学生参加，连校外对影视发展有兴趣的高中生嘛到场。活动阁有舞蹈甲戏剧的舞台表演，吸引不少民众到场参观。南英上港第25届电影电视科的毕业成果展，5号下午伫该校的大礼堂来举行。伫该科的主任蔡家璇的带领，今年的学生作品总共完成了6支的纪录片，有探讨环境的议题、环境、传统的做米业、粗面，其中以台南的小姐杀白鱼为主的鱼生，更加旗下第20届罗斯旗子国际学生底片创作奖的单牌奖。虱目鱼不只是在餐桌上的美味而已，它在回忆中可以勾起更多人，让他去联想到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以及是所有人他在一路上他们有没有靠过他进行了一个陪伴。我觉得台南的虱目鱼，因为它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不管是男女老少，然后什么年纪的，它都是会有人去喜欢吃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深入这个主题，然后进行很多的田野调查，然后到很多的摊贩去了解到他们当中的可能他们从零到有的一些初衷，然后有些是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已经50-60岁，他们可能从一个小小的渔翁，或是从一些小小的渔民，然后慢慢的做起来，这样。然后想把这些心路历程，还有对就是其他就是对虱目鱼有思念的那些人，把这个东西带给大家更多的观众去看。另外，还有纪录职业棒球教练许峰斌，伫退休以后转向基层的棒球教练，而且本身阁是学生许佑嘉的父亲，因此嘛得到同学的导演来翕这支小手大梦的纪录片。因为当初就是在讨论我们要拍什么样的纪录片的主题的时候，我们有了解到说，同学的父亲是一名退休的
职棒球员，然后目前在他创立了一个跑垒协会，然后正是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教导基层的棒球员，就是小朋友们可以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很棒，所以就联络就有跟我们的同学一起讨论，因为这是他的父亲许峰斌教练，那我们就讨论完之后，我们就决定拍摄这个主题，因为我们想要用这部纪录片来让所有的观众们认知到说，在台湾有这么的一号人物，想要用他自己的一份力量来改变台湾基层棒球的环境。看着自己爸爸辞掉了职棒的工作、教练的工作，然后愿意投入到基层棒球里面，为台湾棒球做一份心力，这样就是也希望大家一起支持他。学生的毕业成果展除了静态展览，另外还有舞台、动态表演，有舞蹈、戏剧等，将大礼堂布置成拍片的现场。会中校方为了感谢受访的民众，现场嘛特别颁发感谢状，吸引了未少的民众到场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每一档透过台南好礼竞选，让大家看到台南优质的产品，而且将上介有台南味的礼品杀向国际市场。今年由经济发展局举办的竞选活动，6号正式启动。现场也集历届台南好礼来做行销，场面热烈滚滚。2、1，请启动。一年一度的台南好礼竞选活动，伫市长甲所有商圈代表启动，搁要正式开始。会中经济发展局嘛要以历届优秀的店家来热烈行销。今年的竞选特别强调品牌、数位甲营销三大价值。不只是比产品、比创意包装，也鼓励品牌讲出家己的故事，让消费者一看就知影是代表台南的好物。那我也想要继续延续台南的精神，所以我们就设计了各个不同的名称来代表台南，所以就会玩起这种游戏，台南人情啊，就这样玩起来。那其实我们的理念也是希望喝醋不这么可怕，是很有趣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个 slogan 就是跟你说，我们只酸你一口，不让你心酸。后来挑选的是 SO 酱的部分来参加台南好礼。那它跟其他饭店不一样的是，我们选用了优质的金华火腿啊，还有朝天椒、红辣椒的部分下去制作。那是我们主厨呢特别手炒制作的。其中有一天，会中除了一一甲业者交流，推荐去年所得奖的台南好礼以外，嘛要为今年竞选报名的宣传，希望鼓舞更加侪业者来报名。市府将透过公平、公开、公正的审查，让优质的商品被看见，甚至协助上有台南味的礼品进军国际市场。我们许多的商家也好，或是社团也好，纷纷制作一些非常具有意义、别开生面的好礼，能够提供给我们好朋友来，在许多的节日的时候，或是平日的时候来送礼，特别进行这个甄选的活动，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大家一起来，什么才是你心目中最好的礼、最有意思的礼，而且最送上心坎的礼？那请你一起来表示来投票。那最后我们会把这个结果公布出来，成为台南好礼。今年台南好礼预计先选出100件立位，包括烘焙加工、生鲜冷藏、甲文创生活等3大类，最后才选出60件，代表114年度的台南好礼。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50年前，安平文字店每到农历4月，伫庙埕每一天拢有布袋戏、歌戏等等迎神祝寿的活动。但随着时代变迁，中断多年以后，文字店管理委员会决议要重新回到传统，办理为期2日的庆典，邀请各地善信甲民众做伙参与。人咧做戏用迄个油桶，扛个油桶，来一寡戏皮包安尼，出来，
啊，迄边是伫倒一个所在？都这个空地啊。这个空地。地方今后讲到50当前戏坪，也是用油桶的搭建，虽然简单，但也不失虔诚。不过随着时代变迁，文殊殿将生命的接受表演活动，伫多年前停办，互袂少长辈以及信众感觉到可惜甲遗憾。为恢复传统，庙方决意伫今年重新办理为期1天的庆典系列活动。较早的传统就是讲，对迄个孙妇娘娘甲五福大帝吼，这大概10几天的生日吼，拢是做大戏啊。结果阵啊吼，人一段时间拢断去，人拢无咧做安尼。吼啊，最近遮委员就开会就讲吼，啊，咱较早的传统就是拢一直咧做戏，啊，较会即届。较拢无咧做安尼啦，所以阮遮委员咱决定讲吼，今年开始，咱对孙妇娘娘开始生日，吼来林将军、吼李天龙甲反武千岁，各五号大帝，人因遮个生日拢是连接，所以阮人做一道讲啊，今年决议好，人规世来开始拢一直做布袋戏安尼，啊甲北管安尼，互恢复较早的迄个老热安尼。文殊殿庆典日期为5月16孙娘娘圣诞。5月17林府将军圣诞，5月18兵部李天龙圣诞，5月21本府千岁圣诞，以及5月31五福大帝圣诞。除了有各种戏曲表演以外，庙方嘛有规划过平安桥仪式，和信众祈求平安。从今年开始，我们从孙娘娘的圣诞，然后接着林府将军，接着李天王，然后还有范府千岁跟五福大帝。那除了布袋戏以外，像在李天王圣诞跟范府千岁圣诞，我们还有北管脑厅一个庆典活动。然后我们在五福大帝，我们有一个端午过线平安桥的这个活动。其实这些科仪都是一些很传统，应该是说我们不容把它忽视掉的一些传统科仪活动。所以我们全力把这些文化来做一些复兴，然后希望说留下一些历史的轨迹，让未来后代知道说文殊殿的一些历史故事。文殊殿自清代入庙以来，深受信众推崇。200多年来，声名圣诞庆典不仅凝聚社区团结，也保存了台湾宝贵民间信仰甲习俗。庙方希望透过恢复一系列热烈庄严仪式，让更多人感受安平的生命力甲历史高度。文殊殿欢迎民众前来参拜祈福，感受文化甲信仰交融的美好时光。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每一档拢会举办教保服务机构甲教保服务人员的奖励评选。今年将军幼儿园被评选为优良教保服务机构。为向立的托儿所转型变成幼儿园，老师教学落实课程多元化，而且甲社区连结，所以得到评选的相关任务。原本是乡里的托儿所，后来转型变成将军区的幼儿园。现在学生人数嘛不断增加，教学课程也愈来愈多元。也因为这款经营，在今年教保服务机构以及教保服务人员奖励摕到优良的肯定。因为我们学校是在偏乡嘛，那孩子的各种方面，我们也都很注重他的优质，所以会以学习区比较开放的方式来做一个教学的引导。那孩子透过比较开放的自主的学习，让他们的能力可以慢慢的提升。那在教师的方面，我们也有阶段性的来让老师做各种的增能，那可以去因家孩子更优质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引导策略。园长表示，将军幼儿园为传统的乡土转变而来，加上教师教学自主学习形态，当年落实课程多元化甲社区连接，建构正向学习共同体，得到家长认同。我们就是老师他会自己自编教材教具，那透过有一个资源共享的方式，在学习区里面设计各种不同的工作盘，让小孩他可以依照他自己的能力做个别化的探索和学习。这次除了有幼儿园摕到优良肯定以外，教保员蔡玉燕也摕到优良教保服务人员肯定。其实这一路走来也是蛮长的一段路，其实我也是抱着初衷啊，只要我认为是对的事，我们去做。
做了就对了，其实也不要犹豫太久这样子啊。以孩子的就是让培养孩子的一些他带着走的能力，是我们目前最努力的方向。教保员在职务上需要展现无私奉献，甲高度责任感。幼儿园本身经营甲师资，还有课程规划各方面嘛，需要相当的用心。这回幼儿园甲教保员双双得到肯定，是相当难得。但是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迎接5日节，华山基金会为了让在地弱势长辈麦当感受过节的气氛，除了邀请国宝级的茶艺师来泡茶，让长辈吃肉粽配合茶以外，嘛希望社会大众踊跃加入端午关怀的邻国，用实际行动加入爱老人的行列。一来到花瓶里活动中心，华山基金会职工才无闲准备5日节应景的肉粽甲点心，要互长辈来品尝，提前感受过节的气氛。加上食肉粽配茶上适合，所以会中嘛邀请茶艺文化推广的老师来传茶式，互长辈现场来观摩。除了体验茶艺以及泡茶功夫，当然嘛要好好来享受由国宝级茶师所泡的滋味。今仔只茶足好食，有种的香味，两泡拢真好食。多谢这老师安尼，甲阮安尼支持，互阮来甲阮来捧阮食安尼啦。有够当我来啉茶吼，是也毋捌讲啉茶，讲即个泡落遮尔呐。真那甘啊，啉落车哪有真真甘安尼啦。华山基金会长期伫台南在地照顾弱势老人服务，嘛得到节节面带贵宾的收听，因为因伫当年的服务甲5日节应景所推出的关怀礼，拢需要社会大众支持认可。会中市府机要秘书陈宗明代表市长献上祝福，议员林美燕甲李启伟已经热情响应，分别捐助200份甲100份来抛砖引玉，邀请大家做伙加入爱老人的行列。咱个长辈时代我看到因大家赶快欢欢喜喜，尤其今仔日又透过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赠送我们就是一个满满的就关心，而且非常切实际的一些物资要送给我们这些长者，来过一个就是母亲节，甚至是端午佳节。上届主要有咱希望着咱这长辈时代安尼有咱拢会咱感受到安尼社会真大一个温暖。华山基金会目前在募集端午关怀礼，我们在端午节前夕都会把这一份一份的关怀礼送到长辈家中。那每份关怀礼是380元，希望善心各界人士可以发起认助。基金会道听爱老，有你有我，端午送爱。下来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
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